睇埋天氣，大致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，吹和緩北至東北風。今晚東風增強。1點鐘嘅氣温係17度，相對濕度61%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。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新聞報導完啦，再會。